这时，请咱来领受上帝话，有两位，第一位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章第1节到第2节。安尼，天地万物拢创造好势。伫第7日，上帝因为完成伊所创造的工作，就煞了伊的工。第二位，有关是伫旧约以赛亚书30章15节，至高的上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对伊的子民讲：转来吧，安心信靠我，恁就得安全；恬静等待我，你就有快乐。但是恁无愿意。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今早起，蔡牧师要带来信息是木心系列30讲，木心系列30讲休困，请咱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求呢主，阮恳求你教阮三甲二地，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透过你的话语，搁一遍得到帮助；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语，搁一遍明白你的心意。如果阮会当照安尼去行，恳求主你引带阮，互阮有顺服的心，完全照你的话语去行，就得到利益。阮即时要领受你的话，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休困吼。阮本地是即讲是安排伫咱顶礼拜吼因为咱讲了，互大家有一个休困的时间嘛吼。因为顶礼拜拄好是原住民的传道书纪念主日，所以牧师临时换一个题目吼。但是咱伫休困了吼，来听即个休困嘛是真有道理啊。因为吼，我毋知恁休困了，到比休困进前更较忝。个另外一个问题问大家吼，你较爱工作，还是较爱休困？拢爱。好，咱来看今仔日信息吼。咱看见着有工作就爱有休困吼，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吼。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吼，其实爱读到第3节吼，应该是爱读到第3节吼。牧师来读互大家听吼，讲天地万物拢创造好，伫第7天，上帝因为完成伊创造的工作，就停工。伊束缚互第7天，圣化迄一天做特别的日子。因为伊伫迄天完成了创造，停工休困，所以咱看见着上帝有做工，伊嘛有休困。上帝爱咱嘛爱做工，真认真做工，拍拼做工，温困做工。但是咱嘛爱有休困的时阵，所以上帝有做工有休困，伊创造天地了，伊就休困。其实咱若详细来看。创世纪这段圣经对第1章开始来看吼，第1章咧写上帝的创造嘛吼。咱看见着上帝伫逐工的创造了，伊拢圣经拢是相共吼。每一工的创造结束了，拢讲上帝看迄工的创造是好，吼，美事过去，透早吼来临吼。所以咱会当想象讲，上帝伫做工了。伊就好好用休困来欣赏家己所做的工，然后讲哦，这个工做了真好，然后佮继续做工。这是上帝做工的方式，就是讲伊用停困、用休困来享受工作的成果。咱今日上界大的问题是安怎？咱工作的时阵想要休困，休困的时阵一直咧看路工作。所以工作的时阵吼，无法度专心工作，结果工作的效率无好。休困的时阵嘛无要专心休困，所以休困嘛休困了无好。
迄个体力无法度恢复，所以咱的生活都陷入迄个混乱中间。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来讲这休困这件代志。啊，要进入休困这个主题进前，咱先来讲一个圣经的知识。圣经中间咱若读诗篇，咧读和合本，也是讲读咱台语汉语本的时阵咱会发觉讲有一寡诗篇读到一段读了后壁有两字叫做舍啦舍啦这个字出现伫真侪所在比如讲咱看诗篇的第3篇、第2节、第4节、第8节后壁拢有舍啦是讲第4篇嘛有有学者咧研究这个舍啦到底什么款的意思，有真侪无同款的讲法但是其中有一种讲法是得到大多数的圣经学者拢同意的就是讲这舍啦伊通常这舍啦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翻译出来其中一种讲法就是讲舍啦通常是用伫这个诗篇迄长句的中间，就讲到一段落的时阵，后壁安排一个舍啦那伊的作用，那亲像今仔日咱咧唱乐谱中间的即个休止符相共，意思是讲做一个暂停。有的学者讲其实是唱歌的人暂停，但是抒琴的人、弹琴的人、奏乐的人继续。就是讲唱歌的人停起来，但是互音乐继续。咱咧有时咧吟圣诗的时阵，咱的奏乐的老师嘛是，伊会有一段。就讲咱唱到一段，比如讲第1节、第2节、第3节唱了的时阵，先有一段间奏了，较唱第4节。伊的作用类似是舍啦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安尼？为什么要安尼？就是讲唱诗的人伫遮爱做一个停困、休困一下，思考头前所唱过的歌词的意思。因为有时咧唱歌的人，伊会足重视迄个音准，惊讲走音去、走调去，所以因为咧追求完美的过程中间，去忽略掉唱诗诗歌的歌词，唱了所以毋知家己咧唱啥，因为咧主神爱讲这注重迄个旋律，其实圣诗中间歌词是非常重要，所以唱到遮停起来，思考头前所唱过的歌词是咧讲啥物货。互咱思考一下，这歌词是咧讲啥物货？互咱会当透过迄个欣赏迄个歌词美好的意境，加迄个教训。所以停来详细来思考头前所唱的，这对于唱诗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诗篇中间舍啦的意思。若对安尼来看有人讲咱人生亲像一首诗歌。咱的人生的生命中间嘛应该要有舍啦，这个停困的时刻，停困的时刻。现代人因为工作压力真大，大家拢无法度喘气，有的人规工拢咧工作，转去到厝里，咱头壳内底搁咧想工作的代志，结果生命的品质哪来哪歹。所以上帝甲咱呼召讲，咱来归回安息。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咱若看和合本，伊是安尼讲：恁得救在伫归回安息，恁得到快乐在伫平静安稳。所以咱伫咱生命的过程中间，如果咱若安尼行了真紧，安尼就一工就过了，袂记得爱休困落来思考生命中间生命的意义，来去谈迄个生命中间每一个值得咱珍惜的时刻，安尼就是浪费生命。所以咱一定要享受这个生命中间的舍啦，咱暂停落来，用休困来欣赏咱的生活，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咱咧享受生命中间的这个舍啦，要有方法。因为有时咱拢有一款相款的困扰，就是咱想讲要休困，安排一个度假，叫度假转来，愈较艰苦。所以像我有时我就无啥爱休困，因为休困了转来要工作足济，
啊，所以吼，较输莫休困吼，啊，但是佫无休困佫袂使，啊，所以咱爱好好安排咱有方式去休困。咱台湾人真够工作，吼，工作的时间真长，但是咱袂晓休困，啊，所以咱爱好好来学习休困。休困吼，毋是代表讲咱啥物事拢毋通做，是互咱过一种甲工作无共款的生活方式。啊，对咱基督徒来讲，吼，就是咱休困的时阵，互咱暂时莫做咱平常时所做的工作。咱做一寡代志，配合上帝，互上帝伫咱身躯顶做工。因为吼，上帝咧创造人吼，创造万物吼，拢真奇妙。伊咧创造万物的中间，伊互万物拢有一个恢复的功能。就是讲，你若互伊休困，伊就会恢复。咱拢知影吼，譬如讲，咱台湾真侪河川被污染嘛，吼。啊，如果咱若阻止这污染的来源，或者河川休困起来，这大自然依然有恢复的能力，恢复的能力，啊，这河川的哪来哪清去，啊，做事的人嘛知，咱若不断拢使用这个田园，到这个田园伊就袂肥嘛，啊，咱互伊休困一冬，啊，互伊渐渐互伊自然依然，伊就恢复迄个，迄个。养分啊，来供应新的一批的经济，吼啊，有一个英文单字吼，伊咧描述这个休闲吼，这个字叫做 recreation 吼，这个字吼若直接翻译的意思来讲，搁一遍创造，吼，意思是讲透过休困，互咱心灵、互咱的身体恢复原本底的状况，所以真正的休困是安那？互咱的身体、互咱的心灵，拢调整、恢复到一个新的状况，那亲像新创造同款。所以，咱来学习伫休困的时阵，配合上帝来做一寡代志，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动工，互咱的身体、互咱的心灵拢恢复。啊，今仔牧师要甲大家讲是关系咱的五官、咱的身体安怎去休困。几个建议，咱做伙来学习。就算咱讲这个身体，这个五官的休困，咱来理解来讲，休困毋是讲咱放假就是休困，有人放假了，但是放假就车花宴乐，变做过无正常的生活，变做无得到真正的休困。所以，咱爱安排一寡活动。就是讲，互上我拄则讲的，互上帝伫咱生命中间动工，互咱休困了，体力会当恢复。毋是讲休困了，佫愈啊亚神，无得到恢复，反倒佫较忝。啊，所以咱来学习做几件代志，咱对圣经的建议来学习几件代志，互咱的身体会当得到真正的休困。第一项要讲的是咱的身体，互身体休困上介好方式就是困嘛，互身体休困上介好方法就是困，伫圣经中间其实会当安然困去是一种祝福，圣经中间讲上帝赐安眠，互伊所疼的人。现代人压力真大，有真侪人压力过大，咧困的时阵拢烦恼东烦恼西，过头操烦煞困袂去所以咱爱对症下药。有人是因为家己生理身体出问题，咱就去找医生来帮衬。有人是精神上有困难，咱会当透过协谈，透过咱家己的灵修，透过祈求上帝、倚靠上帝，互咱得到平静安稳，互咱得到安眠。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若困下去身体较健康嘛。对这点我是非常感谢上帝，因为我倒来差不多2分钟，我就困去无论啥物款的状况，别人咧吵，我拢困下去这是真感谢主咱会当求上帝，互咱有这款的稳定。当然，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爱运动啦有人认为讲工作都足忝我规日都咧劳动较有需要运动
休困就休困，为什么要运动？其实咱拢知影，适度的运动会当互咱对迄个野生中间得到逃放。有运动习惯的人拢知有规律而且适当的运动，会当互大家的体能增加，互咱的精神更较好。所以咱的身体要得到休困就真正休困去困。另外一个就是透过运动增加咱的体力这拢是真好的建议第二部分咱要来分享的就是讲，咱爱互咱的目睭甲咱的耳孔休困。咱知就是讲咱其实是活踮伫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现代社会中间咱会当透过无共款的管道得到真侪信息当然这有会当帮助咱伫工作或是知识的吸收，但是有时过头侪的信息才做咱生命的搅扰。有真侪人真爱看电视对无拍开电视节目但是有的电视节目咱看了其实一点仔帮助嘛无愈看血压愈悬你着设法来关起来禁止看电视。有的人长期使用电脑，如果若无电脑都活袂落去所以咱来发起一个运动，对电脑禁止像我有时阵拢会将电脑毋敢若伫办公室使用电脑，佮将电脑带转去厝里佮继续工作最近我着做一个改变我着电脑拢放伫教会转去厝里我着无用电脑互家己休困一下目睭心神拢休困一下但是上界可怕的是啥货？手机对无手机咱拢扎伫身躯嘛有的人若手机无扎伫身躯无安全感但是甚至有的人我有一阵是安尼，我毋知恁敢会甲我共款的情形，就是讲我拢不断咧发觉我迄个手机咧震动，有时来看都无咧震动，拢家己拢感觉手机咧震动我过去伫南部咧牧会时，因为家一人牧会所以我足惊我无接到电话啦其实我是做爱收水但是收水袂当接电话嘛所以我就放弃这拢变得改做行路所以有时阵拢叫绑掉的这有时阵也会当互咱足侪帮助，但是会当有时阵会可能诚做咱生命的搅扰，所以咱有时咱就去将手机来关起来还是讲找一个手机收袂到信号的所在，互大家彻底休困一下这是消极的休困拒绝迄个搅扰积极的是咱会当互咱的目睭去欣赏水的物件我问各位兄弟姊妹你有偌久无看到天有偌久无看到云有时阵咱上帝创造遐尼水的物件咱拢无起来欣赏，所以咱积极的方式就是用咱的目睭，用咱的耳孔去欣赏水的物件咱看见这段经文诗篇第8篇作诗的人讲：耶和华咱的主，阮的主你的名伫全地是何其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伫天。我观看你镜头所造的天，甲你所定设的月亮甲星星。咱有偌久无去观察上帝所创造这美好的代志，去感受到上帝予咱的恩典。所以咱用心去观看。咱有时出去佚佗，我有时看到人出去外面郊游佮家己载收音机佮放足大声咱出去就会当好好来欣赏上帝所创造的万物有鸟只咧叫的声音，有虫拖所发出的声音，咱去欣赏伊嘛。目睭所看的是上帝所创造这样水的世界，咱就当互咱的目睭耳孔透过安尼来得到帮助咱嘛会当去欣赏一寡真侪好的音乐去欣赏一寡真好的艺术作品，
这拢会当互咱充实咱的休困的生活，吼，互目睭甲耳孔会当得到暂时的休困，开一寡时间吼，去享受上帝所创造的水，吼，去欣赏去享受。搁来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吼，互咱的迄个喙齿的迄个感觉恢复，就是恢复甲食物的关系吼。关系这吼，牧师有2项建议吼。这2项是完全倒变的方式吼。你会当不断2项拢会当选择来使用吼。咱每一工拢爱食饭吼，但是咱有思考过，你有偌久无好好食一顿饭？吼，有时咱为着工作吼，食一顿饭吼5分钟都无，爱白白去食了讲我今仔食啥我嘛毋知吼。特别吼，咱台湾人真侪咧食饭的时阵吼，过去拢有时看册啊、看电视，即摆拢看手机啊吼。你若去餐馆吼，毋相信你等下若中昼顿你去餐馆去看吼，差不多每一道大家拢摕手机啊伫遐咧看吼。有时全家做伙咧食饭，有若一人摕一支手机啊咧看，毋知咧家己咧食啥物货。所以休困的时阵吼，咱爱做一寡代志，互咱的喙齿的感觉恢复，吼。有2种建议，第一种吼，咱来享受拥有食物的美好，吼。所以休困的时阵吼，咱会当好好来享受，上帝赏赐咱遮尔好的食物，吼，咱爱用咱的这喙齿的感觉，去感觉去体验上帝赐落这个食物的美好。我伫随说咧进修的时阵吼，有一天上课的时阵。我一个老师吼，摕一粒金龟啦，吼，伊就问阮，全部的同学，阮同学是对10几个国家去的同学吼，讲伫恁的国家吼，这个物件是安怎煮的，吼，就有个人讲是用水煮，有个人讲用迄个炒的，有人讲用煎的，吼。问到我的时阵吼，我来讲老师啊，伫台湾吼，阮会当用10几种方式煮这粒金龟啦，吼。你拄则头前讲啊，阮拢会晓吼。阮佫会晓，我金龟佫来用做南落米粉落吼，佫当做馒头，会当做面条吼。会当，就是讲用尽办法要互即个食物来变了佫较好食吼。阮老师吼后来做欣赏我的回答吼，确实是安尼啊。上帝赐咱食米吼，咱会当透过无共款的方式来互即个食物吼佫较美好来丰富咱的生活。圣经中间传道书吼，互咱一个真好的理由。我想，咱在座大多数的人拢会举双手赞成这段经文啦。吼，伊讲去啊，欢欢喜喜去食饭，快快乐乐去啉酒。吼，因为上帝已经感纳你的工作。这段经文是讲吼，咱透过工作乐乐，透过咱的手所做的工。得到食物，这是上帝所赏赐，互咱享受的，咱通好好来享受。耶稣嘛讲，人主来嘛食嘛啉，只要无啉酒醉，无暴食，欢欢喜喜啉酒，快快乐乐食饭，这是上帝一个真好真大的恩典。这嘛是圣经互咱的一个建议。所以咱在座若爱做料理的人，咱咧做料理的时阵，较用心淡薄吼。咱咧食物件的时阵，食饭的时阵，毋通安尼用吞的，爱好好去啖即个味，体验上帝所赏赐食物的水，而且献上咱的感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毋通讲吼，你祈祷感谢上帝赏赐美好的食物，目睭拍开讲，今仔个菜遐尔歹吼。安尼就无好啊！咱爱享受上帝所赏赐，献上咱的感谢。这是第一项。第2项是完全无共款。要恢复甲食物的关系，就是咱会当暂时体验失去食物的感受，就是禁食啦。人通常伫失去某一寡物件的时阵，才会感觉迄个物件是真宝贵的。当咱失去搁得到的时阵，咱会珍惜这个物件。所以牧师嘛要鼓励吼，若你身体会使吼，你安排一个禁食。
你若经过即款的体验吼，你会较珍惜。我捌去过世界上界送香的所在，一个所在吼，迄是伫马来西亚一个真深的山区内底。我甲遐个原住民做伙生活吼，一礼拜吼，因遐无自来水，嘛无电哦，伫迄环境中间生活一礼拜吼。迄时阵因将因上介好的食物摕出来互阮食，对咱的标准来看，这实在是过头简单啦。真欠缺，但是有迄款的经历了吼，我除了知影讲即世间有真侪迄个贫富中间的差距以外，我嘛感觉讲今仔日活踮伫台湾是一个足大的福气。所以即款的体验，互咱会当去关心别人，也会当透过安尼来感谢主。咱今仔有即款的福气，实在是足大的稳定。所以咱会当伫咱休困的时阵安排禁食几顿，身体会使，咱就安排禁食几顿，互咱的身躯有一寡调养休困，然后佮配合祈祷，安尼就佮较合上帝的心意。即两项建议毋知你较介意倒一项？拢两项拢爱试啦。最后就是咱会当伫休困的时阵享受交陪交谈的快乐。有一寡人对工作真无用，袂记即分享。咱拢明白啊，咱的厝内底人，咱的朋友拢比工作搁较宝贵，搁较重要。所以伫休困的时阵透过甲厝内底人、甲朋友的分享，做生命的交流。无论这个分享是快乐的，或者是分享悲伤的代志，分享你的烦恼。当你得到回应，迄款的疼，往往互咱的工作的力量会当更较有力量，所以这对咱来讲真重要。高准明牧师伫在生的时阵伊尾仔这段时间，伊真热心去投入一个工作，叫做餐桌文化幸福对话。这个工作其实咱若去网络顶面拢会当找到，伊其实是用这五个这个英文的单字就是 table 就是餐桌这个字每一个头前的这个字来代表几个意思所以伊去强调讲现代人厝内底人做伙聚集食饭，迄个机会哪来哪少。有的人无共款的时间转来，所以无共款的时间食暗顿。有的人是家己摕家己的饭去电视面头前，家己的手机面头前安尼食，所以伊咧推广迄个伫家庭中间，甲朋友交陪的时阵，会当坐伫即个餐桌顶面，透过分享，来帮衬。这有5个重点。第一就是爱彼此对话分享。当你的囡仔当在厝内底咱咧食暗顿的时阵，你当问讲伊今仔日伊工作顶面，还是讲伊伫学校内底发生啥物款的代志？你会当互伊一寡建议。你嘛会当分享你伫工作顶面所拄到的代志，生命中间拄到的代志，透过安尼分享，彼此交流，然后彼此去肯定、去接纳，然后彼此去支持、去祝福。上较重要就是讲，咱毋是干那讲尔，咱搁爱真用心去听对方，用充满疼的心去理解对方，最后会当享受迄个做伙食饭、做伙分享的快乐，然后家庭的时代会当做一寡分享、做模样，或者的实习做学习，所以这个餐桌文化幸福对话是值得咱伫家庭中间要来实践的。最后一项是要大家提醒我毋知咱在座的丈夫有偌久无甲另外一半讲甜言蜜语还是讲太太有偌久无表达对丈夫疼的心意。咱伫工作了后，伫休困的时阵，会当适度调整咱讲话方式，毋通将你伫工作的时阵讲话方式带到你的厝里你敢毋通想象讲，我若逐工转去拢伫咧讲道我的囡仔甲我的太太我的牧师娘可能受不了
所以伫休困的时阵，咱会通透过甜言蜜语去表达咱心中的心意。夫妻中间会通交流，吼，伫交谈中间会通表达对对方的疼，吼，这拢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吼，有个人工作真无用，等于厝里吼倒咧门床就困去啊，吼，无要甲对方讲啥物反的话，吼，所以咱爱开始恢复，吼，起初的疼。爱记是迄个过去甲你誓伫上帝面前誓约的人，你捌誓约讲你会偌尔啊疼伊，恢复迄个甜言蜜语，表达你的心意。对你的囡仔，对你的厝内底的人嘛是相款，对你的爸母嘛是相款，用鼓励、肯定的话来表达恁彼此相疼的心。今日牧师互大家真侪建议啦，吼。啊，这个建议其实拢你若要做，拢做会到的，吼，请大家毋通听听就袂记起啦，吼，爱实践出来。愿上帝祝福大家，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有工作，嘛有休困的时。阮恳求主，你互阮伫工作的时阵尽力工作，伫休困的时阵。就互阮真正放松休困，互阮伫休困的时阵，求主伫阮生命中间动工，互阮当透过真实的休困来满足你的心意。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